全台湾3级警戒学校也拢实行线顶教学，不过有一寡较对袂着阵的学生，老师也烦恼讲，因敢有伫咧认真上课？除了请家长配合以外，嘛准备各种内容，省囡仔的专心。你看到它是30公分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，你这边的边长是多少？老师透过网络替囡仔上课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原本大家面对面上课的日子，即马各不将用这种方式，有学生囡仔就感觉袂惯势。只能荧幕面对面，然后也不能，如果以前下课的时候还可以玩一些牌或者打球。现在都不行了。就只能透过荧幕互相聊天。无共的上课方式，为了要让学生会当专心，老师嘛爱准备无共的方式。第一个就是加强互动，可以做点名，或者是让孩子在线上可以做小组的讨论。那第二个的话，就是说也希望老师可以在成绩评量上面，可以采取比较多元而且宽松一点的一个成绩表现。有一寡学习环境也是学习情况无好的学习加成就学生，学校嘛惊因伫厝内可能阁无法度好好学习，所以甲上课内容另外录起来，方便家长有闲的时阵会当甲囡仔做伙学习。有一些家长他是希望他在的时候呢，孩子在线上学习，那就是要透过这种预录的方式，让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来学习，然后跟上进度。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性。那个学生的一个自主学习，其实也是蛮重要，就是可能也是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去做一个练习这样。学校表示，为了卖让学生长时间一直看荧幕，嘛有准备一寡要用电脑来做的功课，而且囡仔伫厝学习的这段时间，更加需要家长共同来配合，才要让囡仔伫荧幕头前无学习的成果，等到捌着眼网络的镜头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